Come on, don't just stand there staring, honey. Try to move your feet. If you think they're looking at you, they're looking 哎， at me. 这不就是陆城新来的那个女妖精吗？就是那个海城大佬包养在陆城的小三。不要脸娜娜，贵川那么骚，不照顾一顾谁？贱人，你干什么？这狐狸精还挺有意思。你敢打我试试？你看包养我的那位大哥会不会放过你？思燕，海城私家继承人。哼，妹妹中意的男人，我偏要抢。叫什么名字？这么高冷，有意思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啊，他叫……不就一个名字吗？这么小气。抽吗？你给我点。男人就是这么好呢，海城的肚子也浪什么？没见过男人啊！没见过男人啊！这就是酒吧老板的待客之道。挑事。给我倒酒。不够。大爷，他只是把你当鸭呢。燕哥，这都3张卡了，要不你给他倒一杯算了。大环姐姐，来，小舅舅，当初明明是你招惹的我，为什么现在说不要就不要？ 你平时就是这么勾引男人吗？你知道这叫啥？勾引、骚扰，怎么了？你想报警啊？你可真凶，不过都是小凶。
等着你来找我。太容易拿下猎物没意思，硬才好啃。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。穿这么帅，不会是为了来勾引我的吧？这么无聊的事情，以后别找。哎呀，这么好骗？别装了，是故意让我骗的吧？你就这么自信吗？当然，没有男人不喜欢我。原来你喜欢这个姿势。你的腿真松。你说，一个男人进了一个女人的房间，说他们没有发生什么，你觉得有人会信吗？威胁我？别浪费时间了，我对你不感兴趣。不试试怎么知道不感兴趣呢？我最讨厌送上门的女人。思夜，我有一句话要送给你。男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别叫我！你个小贱人，你居然敢勾引燕之！我没有，就是你这小狐狸精，那可是你亲舅舅，你居然敢爬上他的床！我没有，妈，不是我，是小舅舅。你闭嘴！你明明知道燕之马上就要跟江家联姻了，哎，想害他！我让你狡辩！我让你狡辩！妈，你还是赶紧把他送走吧，我马上就要跟思佳联姻了，他留在海城啊，我不放心。好，我今晚就让他滚出海城。只要思燕见不着这个骚狐狸精啊，我就有信心拿下他。明明是徐燕之先招惹的我，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？夏安好，徐静，你们怕我勾引思妍，那我就勾引给你们看。阿言，你把钱还给那个小狐狸精了？燕哥，她那么漂亮，你不动心？我喜欢温柔贤惠的。思燕，给你带了山药排骨。
哇哦！哇，山药排骨汤，阿燕，这一看就是曼姨知道你胃不好，特地给你包的，够贤惠了吧？我要租车。我要租车。啊，华姐，想租什么车？我带你去看。谈了恋爱，连生意都不做了，这就是你们车行司老板的待客之道。点开一下。你过来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过来是怕我吃了你吗？有意思吗？当然有意思，还租不租？租啊！不过今天我没带现金，微信转你可以吗？转给张也不行。拒绝我，不加我微信是怕我吃了你。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很烦？燕哥，燕哥，沈奶奶来电话了，你进去接吧，这交给家业就行了。嘿，问你个问题，他有女朋友吗？这个应该有啊。有女朋友的男人，我不碰。知道了。为什么我还是狠不下来心？夏静，我未来的小舅妈是不是要比你这个下贱的杂种端庄高贵的多啊？差点忘了，舅舅说让你永远别回来了，最好死在外头。不可能，玄之不可能对我这么狠心，都不可能对我这么狠心。哎呀，不好了，夏静出车祸了，怎么样了？哦，没什么大事，撞花坛上了。那我找个人过去处理一下。我帮你处理一下。哎，我去。哎呀，他跟我交代，谁去都行，就你不行。什么？夏小姐，你头受伤了，上车吧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不去医院，回酒店。这你处理一下。燕哥知道你出车祸的第一时间，他其实是想过来的。我不想见他。你之前不是对他一直挺上心的吗？我不骚扰有妇之夫。有妇之夫？燕哥啥时候有女朋友的？周曼怡不是，
他呀，他就是燕哥外婆家的邻居，他俩才不是一对呢。掉头，啊！去酒吧。行。美女，一个人买醉多无聊，要不要哥哥陪你？别碰我！他要是知道了，不会放过你。他是谁？你叫他现在过来，看哥跟我怕不怕？穿这么骚，不就是为了勾引我吗？说碰我啊！碰我！碰我！燕哥哥，他们欺负我。燕哥，我们不知道这是您的女人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宝子，你怕个酒吧老板干嘛？你懂个屁！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。你是客人，当理所应当。你就这么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？不懂。你就一点都不喜欢我？一点都不喜欢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除了你这样的，我不行。那信不信？你还真以为你搞得定所有男人呢？那是当然。那你早该成徐太太了吧？我才不稀罕当他的徐太太。夏家的便宜女儿爬床勾引小舅舅，被徐家人连夜赶出家门。夏静，所以你也是觉得我是一个不知廉耻的荡妇？我下了。抱抱我，抱抱我。衣服。你怎么没有走？是想留下来陪我睡吗？
许愿池没教过你们。今晚。Oh, bless my heart when the wolves take me away. Don't fall apart. 明明没什么经验，非要装小皇帝。我给你换个房间。这酒店已经满房了，我的床也脏了，没地方可去。你想赖上我呀？你就说留我嘛。别装了，酒还没醒呢。我小点声，外婆睡着了。睡这儿吧。那你睡哪？不用你管。小哥哥，救我！哥哥，救我！你是谁？我叫夏静。小静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一只小狐狸的？这臭小子，这么晚了还不起床？进来！哎呀，这个燕燕怎么带了女朋友回来也不说一声？女朋友？姑娘，你是燕燕的女朋友吧？你叫什么呀？燕哥，他不认啊！这小子在国外学坏了。等他来了，我要好好的骂他。谢谢外婆。你让我买的东西我给你买回来了。你看缺什么？一会儿我去。干嘛？你这小子啊！你在外面谈女朋友，你还不负责任！我，你跟我外婆说什么了？我告诉你，别在这装啊！你赶紧给我起来！赶紧给我起来！你还笑？外婆，你冷静，你听我说。我不认识他。你也不认识他，不认识他，他怎么会到你的床上？你说，就是昨天晚上他还对我。你昨天晚上到底对人家姑娘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外婆，你这混小子！你，哎呀，姑娘，你放心啊，外婆给你做主。外婆，你真好，和我外婆一样好。给我盯紧他，不要打草惊蛇。阿静啊，还跟我玩这么幼稚的游戏。燕哥哥，我是安安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。外婆，我今天想出去买点东西，
可是我对这里不熟，你可以陪我去吗？行的，行的。外婆腿脚不好，你懂点事儿那就你小子陪他去，啊？你陪他去啊。徐彦之，你终于急了。又怎么了？脚崴了。脚又崴了吗？别装，真崴了？走不了了。来，思燕，你不会不喜欢女人吧？思燕，我喜欢你多一点，你也喜欢我一点呗。思燕，你身材真好，我今晚可以抱着你睡吗？你喜欢我吗？思燕，你亲亲我嘛。徐总，徐总，被夏小姐发现跟踪了，还继续吗？继续。卞之，卞之，今天有人打趣我们的关系。怎么说呢？我说，让他们安心等请柬。怎么了？是我说错了吗？抱歉，我以为我们现在的关系可以这么说。你说的没错，请柬迟早会发出去。徐总和江小姐真恩爱呀，什么时候能喝上二位的喜酒？计划中。他竟然要结婚了，凭什么？宣之，你不让我联系你，为什么要派人盯着我？我要报复你们，徐远之、夏安安，你们谁也别想好过。燕哥哥，我真的很想去见你，你想要见我吗？去你房间。燕哥哥，你知道这么晚去一个女人房间有多危险吗？能有多危险？还有酒。他来我房间是为了给我上药。怎么能这么想？还学别人玩勾引？说明是你的手太凉了。这么关心我，不会是对我心动了吧？
继续啊。手抽筋了。还有一只手。思燕她难道今晚我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不是说对我毫无兴趣吗？不过才亲了2次，你就同醒。思妍，你也这么不尽料？你见过尽撩的男人？小姐，是你吧？男人想睡一个女人不需要任何理由，只需要有欲望。小姐，是你先招惹我的。我爱的那个人，不是早就容于在外了。思燕是夏安安想要的，他要是知道我捷足先登，一定会气死。哎呦，哎呦！哎呦，哎呦！外婆，外婆，你快起来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外婆，你这大晚上不睡觉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我看到阿星房间的灯还亮着，我想问他吃面不？外婆，我不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不做面去。外婆，你摔成这样，你做什么面呀？我给您做面吧。你轻点行不行？外婆。奇怪，为什么思燕对我那样，我没有很排斥，反而还有点小期待。想什么呢？思燕，我有事儿，你送我。我有事儿，没空。我叫你，你送我吗？等会儿江月送你。我不嘛，我叫你送。你昨晚亲了人家嘴巴，好痛。没想到对喜欢你的女人还挺狠。男人只对自己不喜欢的女人狠，这一点你不是很清楚吗？他在暗示徐元之对我。喂，燕哥哥，你最近有空吗？我想过来找你。没空。燕哥哥，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啊？燕哥哥，你那边什么声音啊？燕哥哥，燕哥哥，你身边有女人？
怎么啦？怕他听到？燕哥哥，你说话，你说话呀！燕哥哥，你说话，你说话呀！满意了，满意了。下去。我知道你不喜欢像安安这样的女的，我这是在帮你。你这么确定吗？当然了，她心眼那么多，你肯定不会喜欢的。哦，她手上龌龊、阴险狡诈、卑鄙狠毒、下流无耻，装模作样。看得出来，你对他还挺恨之入骨的。她哪有我人美心善？外婆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婆，哎呀，阿金，快过来！您怎么光叫阿静不叫阿燕啊？亲，外婆，阿金啊，外婆今天给你们做了竹笋炒肉。真的吗，外婆？我超喜欢的。我们家燕燕也喜欢这道菜。真的？那我们还真的是天生一对啊！阿金说的对，外婆啊，就缺一个外孙媳妇。你愿不愿做外婆的外孙媳妇啊？外婆，这你就得问思燕了。接个电话。哎，那你就得问思燕，问夏静，问思燕，问夏静。周少，想我了？少跟我扯淡，跟你说个正事儿。什么正事？夏安找我了，让我给你带话，说别让他发现你觊觎他的东西，不然弄死你。有本事他就来弄死我。你觊觎他什么了？他那么生气啊？还能是什么？当然是他的男人喽。你小心点吧，他手脏。对了，前2天碰上江鱼还有你小舅舅，你想不想知道他们？不想。外婆，您最近为什么老起夜？你说我为什么老起夜啊？我哪知道？您要是身体不太舒服的话，我带您去医院看看。去！我问你，你跟阿金的关系到底怎么样？能怎么样？大字还没一撇呢。哟，你这孩子怎么好的不学，偏学你外公做渣男呢？我觉得我外公挺好的。我不是说你外公，就是说你。外婆，您说我是渣男，您怎么不问问他的想法？年轻人的事儿您就别管了。你这小子，我拿棍子啊！老婆，老婆，如果您真的喜欢我，您晚上就少起夜，说不定哪天就生女主。你这臭小子！这花怎么弄啊？来，教你。这样，这样说不定哪天就生女主。好，给个姐姐。思燕她什么意思啊？思燕，思燕人呢？出去了。管家，我刚才偷听到了阿叶打电话，是个女的，特地从海城飞过来的呢。想难了，真是沉不住气。管家，我听说你们最近很亲密呢。牛逼！不过你得小心啊，电话那个女的可不容小觑，能让阿叶亲自去接呢。把他手机号给你。啊？你没有他电话啊？怎么了？不行。好。喂，听说今天有女孩千里迢迢过来找你。你说你见了别人，会不会以后就不理我了？
无聊，挂了。白白浪费我的眼睛。这女人变脸怎么比翻书还快？告诉他，今天我就在这等他。有没有人要放我出去？不许大喊大叫，不然我就打死你！小哥哥，救我！哥哥，救我！你是谁？我叫夏静。燕哥哥，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啊！燕哥哥，你受这罪干什么？跟我一起回海城吧。不回。别让那女人进来，不然我把你车打了。我来找你，你是不是不高兴啊？不高兴怎么可能去接她？外婆说的没错，思妍就是渣男。对。不行，忍住，一定要忍住。思燕出了名的高冷，对任何女人都这样。我对这里不大熟悉，你能不能陪我逛一逛啊？不方便。那个阿燕，里边有个客户在等你，照顾一下啦。燕哥哥，那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那么久还不出来啊？男人谈点工作很正常。你在害怕？玩这么大，这样才有意思嘛！你知道的，我最喜欢和他讲东西了。燕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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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好吵，永远在哭。燕哥哥，燕哥哥。难面前。喂妈，我知道了。燕哥哥，燕哥哥，你的客户怎么不出来啊？客户累了。在里面的真的是客户吗？我妈说让我把你送到酒店，快走吧。他不一起吗？夏涵涵，别自找没趣儿。太爽了！第一次这么喜欢思妍这个不解风情的性格。贱人，车行里的人是不是你？夏静，为什么给你打电话不接？你心虚了？你要是敢动我的男人，我杀了你！那天晚上没有拍下和思妍的亲密照，真是太可惜了。要不然，我倒想看看你要露出什么多有趣的嘴脸。我能进来吗？我进来了。
药膏涂完了吗？怎么啦？今天出去和夏安约会了一天，回来碰都不让我碰了。我可不像你，跟维尼似的，随时随地发情。哎呀，好了，燕哥哥，你别生气了，人家错了嘛。思燕哥哥，人家的腿还有一点疼，要不你帮我擦擦药膏？思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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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怎样？你属哈士奇的马上拆家。小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睡你的床，可以吗？我说过，我最讨厌送上门的女人。燕哥哥，刚才在门口用铲子受伤了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擦下药啊？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半夜闯进男人的房间很危险？有多危险？我想试试。你受伤了，伤哪儿了？是这儿吗？那就是。小姐，你可真是个小狐狸精。徐元志，你会后悔吗？昨晚是这儿，你可真是个小狐狸精。夏晴，你真的……我的扫把，我的扫把呢？外婆这个样子，一定是听到。
天了。谁啊？还能有谁啊？药。狗男人，昨晚不做错事也就算了，还让我吃药。啊，不是那种药，是膏药，我误会他了。完了，算算日子，不会是今天吧？干嘛？你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？我难受。不是帮你买药的吗？不是这个，是我亲戚来了。245毫米，260毫米，超柔软，这都什么意思呀？燕哥，燕哥，思燕她竟然是买给夏静那个狐狸精的吗？哎，先生慢走。谢谢。不是。燕哥，你这是买给谁的？女朋友。还有事吗？结果。止痛药。谢谢。外婆煮的。思燕，你这是在试图俘获我的心吗？你有那个魅力吗？那你怎么对我这么体贴？女人付出身体，男人付出点体贴，合作共赢，不是吗？行，合作共赢。外婆，外婆你好，我叫夏安，是思燕哥哥的朋友，请问思燕哥哥在家吗？
实验不在。思燕哥哥没在家没关系啊，我可以在这等。还有这些。得，你们大城市的东西我们吃不惯，快走。可是外婆，走啊！我不死他。外婆，瞧你小子做的好事儿，肯定是我妈把地址告诉他的。那你怎么跟人家阿青解释？我解释什么？我跟他又……你这臭小子，你昨天晚上还跟人家阿青那样呢，你可得对人家负责任呐。燕哥哥，外婆说你不在家，晚上有空一起吃个饭吗？收拾好东西，下来。外婆，我有点困了，我睡个回笼觉啊。你个臭小子，你还没回答我呢！我和燕哥哥这算是约会了。燕哥哥呢？你的燕哥哥吩咐我让我送你去机场。什么？燕哥说了，你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。不可能！刚才燕哥哥还答应跟我一起吃饭呢。燕哥让我警告你，回去之后怎么跟家里说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要是让他服从改了，你也别想走吧。滚！我自己会去机场的。哼，我还不想送啊。外婆，谢谢你熬的红糖水，我好多了。啊，红糖水不是你熬的吗？不是。好啊，思燕，闷骚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思燕把我赶回来了。哎，舅舅，我怀疑思燕身边有狐狸精。蠢货，你都怀疑有狐狸精了，你不在那边待着看着吗？你那么凶干什么呀？我也想待着呀，他又不让。胭脂，安安，你们聊什么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想你了，不行吗？当然行。安安，你回来的真不巧，要是能在陆城多待几天就好了。思燕哥哥倒是留我了，不过呢，我着急回来准备演出。怎么了，小舅妈？是这样的，江家刚在陆城买了一块地，明天我要去参加剪彩仪式，本来想约着你在陆城逛逛的。明天我没事啊，我可以陪你去。真的吗？当然。夏静，你可以胡闹，但不能过分。风筝飘远了，就得往回扯一扯。这样吧，我们先来热热身，领口转到谁就亲谁，怎么样？当然了，被亲的人呢有权利拒绝，但是罚酒3杯，怎么样？公平吧？环姐，玩吗？那我就跟大家先打个样。快点亲呀！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快亲呀！就追你的吧！来，好，喝。小谢，该你了啊！亲一个，哈哈哈。
胭脂，他终于要来见我了吗？胭脂，那女孩我好熟悉，好像之前见过。是。小司总，没想到这么巧，是很巧。这是我未婚妻江雨。你好，小司总，我是江瑜。你好，夏静，来。还真是夏静呀，刚才我还说眼熟呢。阿静，你怎么在路上？阿静，你怎么在路上？不是出国学习了吗？夏静，这是你小舅妈。你结婚了？夏静，你长大了，你该有的礼数。他既然没结婚，我为什么要喊他舅妈？好了，胭脂，别跟小孩子置气。阿静，你就叫我江一雪好了。明天跟我回海城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我是你舅舅。舅舅，哪门子舅舅？我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。你不要再任性，这事由不得。胭脂，胭脂，思燕呢？思燕，思燕呢？夏静，我本来是为了撮合你们，可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我去找他。思燕，思燕，你开门！夏静，游戏结束。什么游戏？思燕，思燕，喂！为什么我会这么难过？一定是因为我没有拍到照片，一定是这样。夏静，你干什么呢？你不能走！你别忘了，你过来是来复仇的。照片没拍到，走什么走啊？救命！思燕，思燕，思燕，救我！啊！救我！救我！思燕，思燕！夏静，你疯了！小哥哥，救我！我还年轻，我还不想死，思燕，我好思燕，我思燕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吓死我了！思燕，你救了我，我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了。回你海城去。思燕，你生气了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错了吗？我下次再也不会了，就收留收留我吗？思燕，知道错了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大不了我明天就走。你知不知道留下来意味着什么？我当然知道。
对不起呀，四爷，各取所需了。还给我！我有个计谋。我看起来没脑子。差点忘了，他是我惹不起的存在。我其实拍这些照片是想分你一笔钱。还撒谎？是我表现的太好说话了。可以深点。不用，留着吧。你好，那个我想找一下阿静。找阿静。爷爷，阿静起来了吗？有人找。这是阿静最喜欢的，应该是她的房间。四爷，我来找夏静。徐总来的真不是时候，阿静还在睡觉。哦，他昨晚累了些。昨晚酒吧玩这么晚，肯定累。阿静在哪？阿燕，你昨晚把我衣服都撕碎了，你帮我拿2件衣服来呗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徐总，你看见了，爱你吧。舍不下权钱，放不下名利，还想让他为你守身如玉，可笑。来吧。我要换衣服了。出去啊！又不是没看过。奇怪了，一向闷骚的思燕竟然明骚了起来。你干什么？帮你。你不是想刺激他吗？你都知道，你为什么还这么做？我又不吃亏。胭脂，剪彩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过来吧。我先接夏静。夏静，没想到。胭脂，你这个外甥女，看你的眼神似乎不太一般。我拿她和安安同样对待，
但没有想到我这样的关心会让他乱想。吓死我了！还好你没有对他。夏姐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阿奇，早饭快好了，我不跟你回去。青山疗养院今早来电话了。外婆怎么了？他半夜跑出了疗养院，摔断了的。外婆好端端的为什么跑出疗养院？你们的人到底有没有看好她？宣之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会照顾好我外婆的。你不要打阿喜，我听话，我听话。滚！阿静，我来了。阿静，外婆，以后由我来保护你，不会再有人敢打你们、动你们。从前的事，我早忘了。凭什么？夏国安、徐静、夏安还有你，你们凭什么这么欺负我？凭什么？就凭你吃着夏家的饭。要不是你妈死前带着你投奔夏家，你早死了。徐静才是那个小三。我妈要不是被夏国安骗了，根本就不会生下我。那又怎么样？要不是夏家，你早就死了。夏静，你别不识好歹，你应该感激。我是该感激。我不仅得感激夏家，我还得感激你。如果不是你，我怎么会成为人人唾弃，变成下药爬床的贱货？你知道的，我马上要联姻了，我们的事情只能这么说。但事实是怎么样的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明明是你勾引的我，宣之，你就是一个不忠、伪君子。不管怎么样，下午3点，我和江玉在机场等你。别耍花招，你上了飞机，医院才会给你外婆做手术。外婆，我要回海城了。回了海城，好好的啊。对谁来说，我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人。思燕，再见。请愿做你背后的身影。若是黑夜太冷清，愿为你摘星。盼圣光尽，
只恋你聆听，明若浮萍，愿从此安定。重。外婆，是谁？外婆，你怎么了？外婆，我是阿金。外婆，阿金是谁呀？外婆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孩子，外婆，别哭，别哭啊！外婆，别说话了，你再睡一会儿。外婆，睡一会儿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对不起。夏家的王八蛋又欺负你外婆了。我刚才给你发的那些照片，你帮我多找几个音效好。我现在动不了他们，但是夏家和徐静要脸，夏安还想和思佳联姻，他们必须得抛出名声。我明白了，都交给我吧。婆，这是我唯一能帮回你的办法了。什么？夏静要回来？为什么？死老太婆摔断了腿，她自然就回来了。怎么没摔才好？爸，咱们家怎么又来脏东西啊？有事儿，一会儿就让这什么。小狗，好久不见啊！路程好玩吗？妹妹，路程挺好玩的。贱人，和思夜哥哥在一起的，是不是你？妹妹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以为你这张脸勾引得了燕之，也勾引得了思燕吗？就是，你有这个命吗？妈，妹妹，我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。我不管你明不明白，但是我要你知道，思燕不是你能碰的人。还有，你外婆还在我们手上呢，还有你妈的骨灰。我想，你应该也不想看到我把你妈的骨灰拿去喂狗吧？我知道了。你知道就好。你也不小了，我回头就帮你物色个结婚对象。好。热搜已经上了，你外婆暂时安全。谢谢。那么客气啊！真要谢谢我，不如嫁给我得了。滚！说真的，今晚出来给你办个接风宴，老地方。我的姑奶奶，少了，我好心疼啊！你要是真心疼的话，要不剩下1年的酒你都包了。阿雀，你还是这么没良心。在这儿呢。成家世祖，
他怎么来？陈少，您怎么来了？老子当然是来看看我的未来媳妇儿了。未来媳妇儿，陈少，这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徐静把他介绍给老子了。你这个在周家讨饭吃的狗奴才，有什么资格跟老子说话？长青，咱们以后可是一家人了。要不今天晚上咱们就……哎，陈少，妈的！啊！走吧，媳妇儿，放开我！你找死！谁他妈管老子闲事啊？你他妈知道老子是谁吗？思燕你都不认识啊？怎么敢在海城混？什么？思燕，滚！谢谢。哎，不是，阿燕，再玩会儿呗。哎呦，没事吧？哎呦，你再装，要送你去医院吗找你报销。 ？OK， 我报销。特地等我呢。你倒是玩的花。我怎么玩的花了？绯闻男友、相亲对象，还不花啊？你少说八卦！我可是颜控，我怎么可能跟那猪头三相亲？你承认了？我承认什么了？否认了相亲对象，没否认绯闻男友，所以绯闻男友是真的。我和周欣也是穿一个开灯。等等，好大一股醋味儿啊！有人吃醋了吗？你配吗？我当然不配，我不仅不配，我还不敢呢。毕竟您是海城的私家大少，这海城的多少贵妇等着你呢，没人给我撑腰，我哪敢招惹您啊？不敢招惹，那你在路城的时候怎么敢招惹？这路城是路城，海城是海城。那你现在又是在干什么？我也没干什么，就是有点想你。徐远之买给你的，这他都知道。对。放我下来！不邀请我上去坐坐？地方简陋，还是不了。你怎么了？过来坐。和我共处一室，不怕被别人误会吗？你不怕，我怕。我怕又背上一个什么爬上别人床的骂。夏金啊，你可不可以乖一点？乖。
我为什么要怪你？我凭什么体谅他？你既然选择要结婚了，那就离我远一点，不要再给我这些不切实际的妄想可以吗？出去。今晚长安会所，思燕为了你折断了程明东的手。这么快就知道了？来兴师问罪的。离他远一点，她是我姐替安安选的，你招惹她就是找死。明天徐家家宴，记得来。夏静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期待什么？阿静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于烨，徐氏的部门经理。你好，夏小姐。要确定就行。这是我手底下的人，为人沉稳又上进。阿静，于烨为人正直，你可以尝试交往一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燕之啊，你眼光不错啊，我看于烨是个合适的结婚对象。这也要看他们愿不愿意。那是自然。阿静，这可是你舅舅亲自给你挑选的相亲对象，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你舅舅的一片好心啊！谢谢妈，谢谢舅舅。啊，你跟思燕相处的怎么样？挺好的。那就好。思燕这样的男人身边啊，总是有些不知廉耻的女人围着，你可得小心。明白。必要的时候啊，给那些狐狸精啊点教训，不必留情。哼，夏安和思燕八字都还没一撇，这就开始拿腔拿调。有些人啊，就是想靠着勾引男人飞上枝头变凤凰。夏静，你说对不对？是啊，妈，面对这种女人，绝对不能输。你明白就好。于烨是个好男人，你跟他好好相处。好，我会和于先生好好相处的。于先生，可以请您喝杯咖啡吗？求之不得。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？10万左右。那年薪应该也过100万了。不过不好意思啊，你还是养不起我。我明白，但我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。你认识？不认识。我去趟洗手间。不和胖子约会，换了个瘦的。吃醋了？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很自信呢？
你人呢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把于越丢下就走，他给你打电话，你也不接。所以呢？半个小时后，我希望在丹南公寓见到你。想想你的外婆。知道了。酒店里是谁？不关你的事。我警告你，不要顽固。明天主动约下于夜，给他道个歉。许愿之，曾经你舍不得我和任何男人接触。我到了。谢谢。男朋友？不是，他在追我。我告诉你，不许看其他。没听懂我说什么？明天我会为他道歉的。谢谢。你不是你喜欢的吗？你就不问问我，昨天去哪儿了，跟谁在一起？你有你的隐私。我在海城的名声可不好，你不介意吗？不介意。看样子徐燕之没少给你啊。不错。行，那这顿饭就没有什么吃的必要了。回去告诉徐燕之，我对你很满意。燕哥哥，伯母让我出来约会，你带江夜出来干什么呀？江夜话多，他能陪你聊天。可是我只想跟你聊。哦，对呀，安涵，你不是想玩那娃娃机吗？我带你去。我不想玩。你想，你想。我不想抓娃娃。哎，在原地等我。他不是在和夏安安约会吗？想干什么啊？你怎么过来了？夏安安想抓娃娃，我让江夜陪她去。他看起来可不像是自愿的。我跟他出来也不是自愿的。你这是在跟我解释吗？之前我帮你折了陈明东的手，你还没谢谢我。哎，不打算请我吃个饭啊？要是在陆城请就请了，这是在海城我可不敢。你在陆城敢勾引，在海城连请我吃顿饭都不敢。我看你不会是口嫌体正暗恋我？小哥哥，救我！暗恋你？行，不请没关系。明天我让家里举办家宴。你该不会真的喜欢上我了吧？不，徐燕之都看不起我，思燕肯定也只是一时兴起想玩玩而已。就这件吧，包起来。阿静，这件衣服好漂亮。燕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不错。阿静，这件衣服好像是你先看见的，要不行，帮我包起来吧。还站着干什么？没听清他说话吗？帮他包起来。阿静，他就是个没眼力劲儿的下等人，你别跟他生气了。哼，
指桑骂槐。小静，说话呀！燕之，你这么凶干什么？阿静不想说话，你别逼她。阿静，你别生你舅舅的气，他就是不想看我尴尬。好，我说话。这件衣服是我新换上的，你过来横插一脚，自导自演了这么多戏码，你想让我说什么？谢谢吗？抱歉，我说不出口。阿静，别误会我。夏小姐，您的衣服。老规矩，老规矩。燕之，夏静一直都是刷你的卡。不光是他，安安也是。有你这样的舅舅，真幸福。我很不喜欢这，怎么了？很掉价。我和你说的很清楚，我们是商业类。如果你再这样猜忌我的话，那我们的商业合作就此结束。燕之，我错了。喂，给我打2000过来。顾奶奶，您不是都用徐燕之的钱吗？怎么用上自己的了？我上次的设计稿应该卖了不少钱吧？您大师阿莱亚设计的设计稿肯定值钱啊。不过你为什么只要2000？买条裙子。行，一会儿就给你转。话说啊，咱们在国外注册的珠宝公司这2年发展的不错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脱离夏家出来单干啊？时机还不成熟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夏小姐，我可以叫你阿静吗？可以。你有你想应付的人，我也有我想应付的人。走吧。阿静，这司家的家宴肯定是为了撮合安安和思燕的。你穿这么花枝招展干什么呢？姐，这里是私家，说这些别人不听见。雨月，你留下。现在不是工作时间，不知道你找我男朋友是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跟于月说，既然要和你在一起了，那就要好好对你。我知道，徐总。叫什么徐总？你既然是我男朋友，应该和我一起叫他舅舅。阿静说的对，你也和他一样喊我舅舅。舅舅。司夫人，先生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。司夫人，哎，这位是？啊，这个是我大女儿夏静。哎呦，长得真漂亮，跟电影明星一样。哎，阿燕，快来，给你夏静妹妹打个招呼。阿静妹妹。思燕哥哥，小司总，幸会。来，请。妈，来。你不用放在心上。我听人说这个小司总啊，脑子有点问题。我知道了。哎，你看那两年轻人多般配。哎呀，最近用眼过度，有点看不太清。仔细一看，是还不错。思燕哥哥，你想吃什么呀？我帮你拿。我没胃口。阿静，你不是说有见面礼要送给司夫人吗？电话里你说是你自己亲手设计的珠宝。哦，
阿季妹妹还会设计珠宝。妈，你提这个做什么呀？姐姐之前发生了那样的事情，让司阿姨带她设计的珠宝，多膈应。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姐姐2年前参加国际珠宝设计大赛，把别人已经展出的作品当做自己的设计，被曝抄袭，被珠宝界封杀了。你说是这样啊？在这儿等着。妈，设计一件珠宝需要很长的时间，从挑选原石到切割再到镶嵌，怎么可能1天的时间就能做好送给司夫人呢？所以夏静是没有说过这话了。妈，姐姐明明之前在电话里说到的，我在旁边都听到了呀，对吧？阿静，你怎么不说实话呢？姐，哼，看来这夏家的2个女儿都不简单呐。不好意思各位，公司有点事，去吧。阿静，晚上不来送我。送你出去。爸，我有点累了。路上小心。好，知道了。真谈了？这是在私家里离我这么近，你想害死我啊？跟我走。我不能跟你走，要是被人看到，我会……我跟佣人说过了，他们会说你和于烨一起走了。你就这么走了？你不怕夏安气死啊？要不是如你所愿嘛。夫人，少爷让我跟你说一声，他先走了。大爷，燕哥这就走了。这小子，怎么走得悄无声息的呀？你看见我大女儿了吗？对呀，她怎么还没回来？看见了，他跟于烨一起走的。哎呀，这个阿静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？走了也不说一声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了。燕之，我跟你一起吧。我车坐不下，你坐别人车。莫名其妙。怎么，不敢接？不是不敢，是不想。我要下车。他知道我在你车上，你是想要思佳和徐家的联姻被毁了吗？你猜是思家更在乎，还是徐家更在乎？什么意思？手机给我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越线了！谁标的线？你当初招惹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有这一天？我们不是各取所需吗？各取所需？你问过我意见了吗？如果我们不是各取所需的关系，我们是什么关系呢？我缺个女朋友。你都有未婚妻了，你还缺女朋友？3分钟考虑一下。考虑什么？做我女朋友。
徐衍之在那，你不怕他过来吗？你猜他敢不敢过来？这样，我们打个赌。赌什么？就赌徐彦之敢不敢过来。如果他敢过来，我就告诉他，夏家2个女人，我不要夏安安，只要你。最复杂的自己，最失控的回忆。可不可以借你给我回答？他走了，你失望了？夏姐，你到底在期待什么？我能期待什么？我只不过觉得自己很贱罢了。你没有戏，下车，下车。完了，思妍生气了。我不下。你现在下车还可以让他掉头来接你。我不想跟他走。小姐，我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刚才要带我去哪儿？你确定你不下车？不后悔。思妍，你开这几个小时车就是为了带我来书店？我这满是黄色废料的脑子啊！我还以为思妍说别后悔是要和我……这是我外曾祖母的产业，这里面有一位神医。神医开书店？书店、中医院，而且只给认识的人看病。看病？给谁看病？我又没病，你有病啊？阁老，哎，小少爷来了，坐。这就是小少爷说的那位通经的朋友啊。我痛经的事情，他竟然一直记在心里。对，就是他，您帮着给看看，调理调理。老吃止痛药也不是办法，伤身体。少夫人，来，我给您把把脉。我不是伸手。少夫人的家人对您不好吗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少夫人平时是不是吃的很少，一吃就饱，一会儿又饿了？您小时候应该是常常吃不饱饭，对吗？宫寒的很严重啊，这也不是贪凉所导致的呀，到底是为什么？18岁那年，我被人推进海里，冻着了。是想……难怪了，少夫人啊，宫寒很严重，至少得调理1-2年才能够怀上孩子。真的吗？我之前看过很多中医，他们说我很难怀孕的。不用紧张，我就给你们开副药。辛苦哥。谢谢哥。你放心吧，阁老有办法。原来你是带我来看病的，谢谢。我刚才问他女朋友的事情，他到底有没有认真思考？现在是你欠我的。啊？别熬了，回去还得开好几个小时，走吧。小哥哥，小哥哥，小哥哥。
你个小贱人，你运气还真是好，被私家的客人看到了，帮你解围。别打我！嗨，妹妹，我来救你了。小姐，小姐，芝芝在哪？我家。啊！你放心，这是我自己家，没别人。我不是说让你送我回公寓吗？怎么到你家来了？那个公寓是徐胭脂给你买的吧？嗯。你都有男朋友了，还住哪儿？那我不住那我住哪？难道住你家？你在鹿城的时候不是也死乞白赖住我家吗？思燕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。说。我刚才做了一个梦。什么梦？梦见小时候。算了，他不可能记得的。他的人生那么精彩，怎么可能记得那阁楼房子里如乞丐一样的女孩？心里藏了那么多人，又是男的。困了，我睡哪？你想睡哪？客房的那边。思燕，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？小谢，有爬我的床？没有，我是来拿床。睡觉。睡觉吧。怎么了？夏静，你昨晚干什么去了？畜生不听主人的话，你做好被训的准备了。我的好妹妹，你还真以为我现在还是小时候一样，可以被你当狗骑啊？为什么不可以啊？你还是注意一下你的形象吧，像你这样张牙舞爪，怎么嫁进私家呀？贱人，你找死啊！你有这功夫对付我，不如好好想想，怎么攻克你的燕哥。你真没和思燕在一起？醒了。谢谢。谁的电话？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。还能是谁的？你的未婚妻的呗。
我和夏安的事情，我从来没答应过。可是外界都在传。你吃醋了？我才没有。你干什么？大早上的。你嘴巴喝脏了。从前怎么没发现？思妍竟然这么会撩。那个，我待会儿会有一些东西送过来，你可不可以派人帮我送到这儿？什么东西？一些宝石的原材料，还有切割的工具。你被曝抄袭的事情，需要我帮你摆平吗？你相信我没有抄袭？米娅那次获奖的风格，和她平时作品的风格截然不同。思妍竟然会为了我大费周章的去研究米娅的作品。况且，你在海城的名声都已经这么臭了，也没必要再骗我了吧？话是这么说，我虽然不是那样的人，但是这事儿还真说不准。你自己设计的作品，你自己还拿不准？因为当时我被徐彦之断崖式分手，精神出现了问题，那段时间的记忆都是错乱的，我记不得我是先看了米娅的渣，还是自己先画的设计稿。夏静，你到底都经历了什么？思妍，你有这份心我很开心，谢谢你。那就帮我做个袖扣吧。袖扣？你不是设计师吗？感激光动嘴不动手。知道了，材料到了第一时间给你做。那我提前谢谢你。走了，公司还有事儿。我带你回来。小静，你人为什么不在丹南公寓？小舅舅，我已经成年了，去哪不需要向你报备吧？小静啊，我警告过你，不要招惹思燕。昨晚夏静果然和燕哥哥在一起。贱人，你在抢我男人！舅舅，夏静是不是爬上思燕哥哥的床了？被夏安安听到了吧？等着吧，让你们有好戏看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进来之前先敲门。夏静这个贱人，舅舅你看，夏静就是爬上思燕哥的床了，我要弄死他！你跟你妈妈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不要碰夏静。思燕的不一样，她碰了我的男人。思燕什么时候是你的？她很快就是，要不是夏静那个贱人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滚出去。夏静，你敢动我的男人，我不会放过你。还不错。什么？外婆发病了？我现在过来。走，你走开！外婆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外婆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我是阿静，阿静来了，没事，没事。阿静，阿静，是我。痛不痛？痛不痛？都是外婆不好，外婆拖累了你。你让外婆去死去吧！你走！
外婆死了，姐姐不会被欺负了。外婆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没有被欺负，我在夏家过得很好。我的阿俊，他不是小狗，他不是小狗啊！我的阿俊不是小狗啊！今天谁来医院了？是夏小姐。夏雨，他跟外婆说什么了？我什么也不知道，他叫我出去。临走前，我似乎看到夏小姐给他看了什么视频。你把外婆抱在伤口，等我。贱人，你应该看到你外婆了吧？你给我外婆看什么了？还能有什么？不过就是些你被我骑在身下学狗叫的视频罢了。夏安安，社会舆论已经管不了你们了是吧？你还是要跑过来继续欺负我和我外婆是吗？贱人，你敢爬燕哥哥的床，我恨不得弄死你！好，那你给我等着。你不是不想见我吗？为什么又把我约过来？知错了？错？我有什么错？阿静，你能不能乖一点？你爬上思燕的床，还留下那么多不知羞耻的照片。不知羞耻？我看不知羞耻的人是你吧？一边要和江家联姻，一边又要吊着我，还给我安上了一个爬上小舅舅床的姑母。那都是我姐姐自作主张的跟媒体说的。可你不也默认了吗？阿静啊，当时的这个情况我没有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？有意义，只要你今晚点头，我立马送你住。我们住。徐燕之，人不能既要又要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不是让你把记录都删了吗？你就算抢走了，我备份多的是。你说我要是将这些聊天记录曝光给媒体，你徐氏继承人的名声会不会一败涂地？徐氏继承人徐燕之，这些聊天记录可以充分的说明，不是我不知廉耻爬上了你的床，而是你主动引诱。阿静啊，你变了。我是变了，你难道没有变吗？你答应过要照顾好我的外婆，可今天呢？你知道夏安安对我外婆做了什么吗？夏安安，我已经警告过他，他又去找你外婆了。你们可以逼我，我也不建议鱼死网破。反正我烂命一条，大不了我妈的骨灰我不要了，我外婆跟着我也是在受罪，不如跟着我一起解脱。不过我死之前，一定会让你身败名裂。我知道了，安安那边我会处理。小金，小金，
小金，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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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，你怎么样？阿金，阿金，阿金 ，surprise！ 如果离开以后，得到的会是什么？哥，刚才的游戏一点都不好玩，下次别这样了。思妍生气了，你别生气，我知道错了。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？小季，需要我帮助不是什么难事，你为什么不说？对呀，我为什么不说？我接近思妍不就是为了让她帮我吗？可为什么等真的动心了，却说不出口？袖扣做好了，我去给你拿。谁呀？哎，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不要再找夏静的麻烦，知道没？明白没？明白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到。不错，做这一单能赚多少钱？除去材料费，这一单净赚2000呢。忙碌6个小时，就赚2000块。怎么，你看不起我啊？手疼不疼？习惯了。阿姐，跟我在一起，你不用这么辛苦的。思妍，我不是废物，我能够自己赚钱的。头麻了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。那个，我坐下歇歇就行。一起洗。放我下来。明天晚上有空吗？怎么了？徐总见我最近不主动，说如果我不用心，海城的青年才俊有很多。我知道了，吃饭还是看电影？吃饭6点好吗？好。每次约会你都这么早来吗？和女生约会，提前半个小时是礼貌。要拍照吗？发个朋友圈，当交差。我有件事情没有告诉你。什么事儿？阿弟。阿姐，抱歉，我跟徐总说约了你出来吃饭，他要了地址。
舅舅今天来也没告诉我。你呀，不要怪雨夜，是我不让他说的。我们约会，你一个长辈插足不好吧？那难道以后我和我男朋友去开房，舅舅也要在旁边看着吗？抱歉，我们想年轻约会，不喜欢旁边有电灯泡。我们先走了。阿金，四少，我约了阿静出来吃饭，她临时想换个地方。这样啊，夏静妹妹，司总，那我们先走。哟，徐总，这么巧，一个人啊？小司总，这你好像来的也不太巧啊。这于月跟阿静刚走，徐总作为长辈，管的是不是太宽了些啊？小司总刚回海城，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什么风言风语？听过，不知道徐总说的是哪一段？比如我和阿静的。徐总，你想跟我说什么呀？您是想说夏静爬床勾引你，还是想说夏静她的声名有多么的一片狼藉呢？阿静，她的家世、身份、名声，在海城上流富豪太太们的圈子里面，最差的都看不上。于叶啊，是我们徐家找的最顶配的对象。徐总，您这话说的，他声名这么狼藉，受了这么多无妄之灾，难道不是因为你？我和他的事情你不懂，我的确不懂。一个30多岁的未婚独居老男人，被一个20出头的漂亮姑娘爬床勾引，下药还未遂。这种故事恐怕只有那种不懂男人的女人才会信。哦，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那个男人他不行。你把手拍断了，你打把年纪。徐总，我跟您年龄代沟太大，没什么话聊，就不陪您共进晚餐了。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他和我是第一次。你的确不行。今天相亲很开心。我今天去是为了应付那个人。把药喝了。他竟然还帮我熬药了。膏药好苦，但是是思燕熬的，很甜。你一直都这么体贴吗？你之前对你的女朋友也是这样的吗？你对我的隐私很感兴趣，
我只是好奇，你对你之前的女朋友也是这样子的吗？那你说一句，是错的，我现在就告诉你。我只不过就是八卦一下，你不愿意说了算。阿锦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对我敞开心扉？夏静，你们根本不可能，为什么还想了解那么多？跟你说了多少次，进来之前要先敲门。舅舅，我有急事找你。什么事？你知道夏静现在住哪儿吗？你问这个干嘛？我有东西要找，想问问他。你非要找他麻烦吗？我没有。上次他外婆的事情闹得还不够吗？我最近联系不上思妍哥哥，也联系不上夏静，我怀疑那个贱人就是跟思妍哥哥在一起。假设的事情不能当真，没有证据的事情就不要口无遮拦。舅舅，8成就是他。闭嘴吧你！教了你这么久的事情，还这么冒失啊！就你这样还想嫁进私家，有是处。舅舅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钢琴演出，十分顺利，还有人找我签钢琴比赛的合同呢，报价3000万。一个演唱比赛，给你报价3000万，你确定不是别人给你下套吗？合同拿来给我看，合同拿来给我看。不给，什么下套啊？我看舅舅就是故意想打压我。你以为停了我的银行卡就赚不到钱了吗？所以，舅舅，我对夏静实在不放心。你看司夫人那么喜欢我，眼看着我就要加入海城第1豪门了。舅舅，你就帮我盯着点夏静呗。谁说司夫人喜欢你了？你也不想想，你妈找司夫人谈你跟思燕的事情，她一直模棱两可，没有一个明确答复。什么意思啊？她的意思啊，年轻人的事情就交给年轻人自己，就算做不了儿媳，还能算半个女儿。什么？啊，那个后半句女儿，只是场面话。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你再这样咋咋呼呼，私底下做些上不了台面的事情，别说私家，整个海城就没有一个豪门能容得下。知道了。李秘书，哎，帮我查一下夏静最近的东西。是。地位、事业、爱情，我一个都不能失去。思燕，电话。谁的？江夜。你接吧。那我给你开免提。思燕，百飞回国了，你可得做好准备啊！他大概率随时会上门造访。思燕，百飞回国了，你可得做好准备啊！他大概率随时会上门造访。喂，思燕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随时会上门造访，他说的。那倒没有，不过他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挂了。白薇，思燕的前女友。我今晚需要出去住吗？什么？我不会打扰到你吗？没什么可打扰的。对呀，我是他什么人吗？夏静，你又自以为是。喂。我今晚有点事，要出去一趟。那个前女友，玩得开心。那边点儿。阿燕啊，没想到你有了女朋友啊，把兄弟给忘了呀？
你听谁说我有女朋友啊？你都跟人同居了，你不认啊？不是我不认他，是他不认我。啊？夏静他不认你？阿燕，没想到你还能有今天呢。为什么呀？海城不知道有多少女人想成为你的女人，夏静他为什么不认你？不知道，我都已经迈出了99步，他总得迈出1步吧。要不然显得我很廉价。夏静他不认你，要不你考虑考虑白薇呗，我瞧着她也不错。滚！尔湾那块地我送你。送我？哎，那块地可不便宜啊。对。不对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说，想干嘛？我想让你赞助撒贝奥的射击赛。那不是国内最著名的珠宝射击大赛，你怎么突然关注这个了？你去邀请米娅参赛，无论用什么方式，必须让她签字。他是那个前几年名声大噪的珠宝设计师。怎么了？你喜欢他呀？好，我不问了，行了吧？你被曝抄袭的事情，需要我帮你摆平吗？你相信我没有抄袭？反正这笔交易我不亏。不相信到大晚上的，你想我了？少贫嘴，心情不好，陪我喝酒。啊？跟思妍吵架了？我有什么立场和他吵架？看你这怨妇的样，这次是真动心了吧？我也不知道。而且，当局者迷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现在和当初跟徐元之在一起患得患失的样子很像。别给我提他。好，我们不提徐元之，我们不提这个渣男，干杯！哎。阿健，我忍不住说一句，不是所有男人都是徐元之。阿健，快看后面，这是冤家路窄。阿燕，张大水，这就是思燕的前女友。知道你会找到，算你有诚意。想喝点什么？当然喝你最爱喝的啦。怎么了？那是他的。阿倩，你就不想看看那女孩是谁吗？阿燕，你回国以后有没有一点想我啊？没有。我才不信！你如果没有一点想我的话，怎么可能大晚上我叫你出来你就出来啊？顺路。阿燕，你又笑了，是不是我现在的竞争对手更多了？那可不，阿燕呀，跟之前不一样了。现在阿燕在国内的女人啊，比国外还多。阿燕，你现在有没有谈？没谈。果然，我只不过是个见不得光的。对了，阿燕，咱们可在国外的时候说好了，要是你想谈恋爱了，得优先考虑人白薇。阿燕，你要不要和我谈？阿燕，那边那位美女，你认识啊？哦，周哥，好久不见，要不一起过来玩，喝点？强少啊，好久不见。阿健，我们要不要过去走走？要去你自己去。美女，赏个脸吧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原来刚才思燕看的是那个姓周的。思燕，你认识这个大美人啊？见过几次。阿燕，你觉得我和这个美女比，谁更漂亮？有意思吗？开个玩笑嘛。夏小姐，周少是？周先生是我男朋友。你男朋友不是于烨吗？怎么现在又成周星演了？你脚踏两条船啊！我脚踏3条船都和你没关系。原来如此，那周少的女朋友可真漂亮呀！哪里漂亮了？是小脸蛋，又白又小，不像我，就像个男人。这晚上要是能抱着一起睡觉，百薇，你换个话题。阿燕，你怎么还是这么纯情啊？不如让我带你开发开发成年人的世界，你就做我的男朋友吧。为什么嘛？你都说了，你长得太英气了。我呢，我喜欢小巧一点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走吧。你们跟我车吧，我送你们。阿燕，你不邀请我去你家坐坐吗？我不习惯家里有别人。我是别人，那夏妹妹呢？住哪儿？思燕待会会送我和周星也回去的。哦，那好吧。明白，我也下。我跟白薇，我们俩认识很多年，我跟她从来就没有那方面的。我知道，你们是青梅竹马。在我最血气方刚的年纪，我对她都没有那方面的想法。那你对谁有想法？那你对谁有想法？我就随便问问，你可以不用说。你都问了，我又不说，一会儿你又有理由撒泼了。谁撒过泼？我没撒泼吗？没有啊。是你想撒泼吧？你现在知道答案了。什么答案？你刚才不是问我，在我最血气方刚的年纪，那方面的想法都给谁了吗？打电话给夏静，问他什么时候回来。徐总，阿静也要有自己的隐私和空间。喂，阿静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可能有点急事，需要你陪我出席一下。什么事儿？部门刚完成了一个大项目，徐总说要开庆功会，要带家属，所以庆功宴是什么时候的？后天。后天我有事儿，可能得抱歉了。没事，我找个借口搪塞一下。阿静没空，徐总，没别的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等等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话吗？徐总说过很多，我不记得是哪一句。夏静很美，你替我守着她，也不能动心。
我呢需要一个人占着她男朋友的身份，往后可能是未婚夫，甚至是丈夫，但是这些身份有名无实。徐总会不会夏小姐姐？这不是你该问的。徐总喜欢阿静，却要和江瑜小姐结婚，可又不愿意放过阿静，只想把她当金丝雀养在身边。徐总问过她愿不愿意。徐总高高在上，可阿静只是个无人仰仗的小姑娘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您才能这样肆无忌惮安排她的人生。云家，你是在教我做事，认清自己身份了吗？徐总，当然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正是因为我的身份，我才能和阿静相处得很愉快。我用我对她浅薄的了解告诉你，她绝不愿意，也不会接受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徐总，人生总有取舍，我是从小地方出来的，但我不能没有道德。辞职信，我明天会递给老师。夏静啊，没有我的保护，你受的苦不止这些，你不该恨我的。阿静，你回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舅舅，我没空。进来。徐总，已经安排就绪了，要按计划进行吗？他和我是第一次，你的确不行。按计划进行。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阿姐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夏静失踪了，马上给我查！毕竟您是海城的私家大少，这海城的多少贵妇等着你呢？没人给我撑腰，我哪敢招惹您啊？阿姐，对不起，是我没能保护好你。喂，司总，夏小姐常去的地方查到监控，她被迷晕后拖到了一辆黑色商务车里。我问的是她现在人在哪儿？还没查到，那辆车消失在一个盲区，有2架私人飞机接应。我们不确定夏小姐被转移到哪辆飞机上了。对方是有备而来。那2架私人飞机走的是黑市，我们已经进一步追查了。要快！徐静、夏安，还是徐嫣之？徐总，雷雨天气，飞机暂时是飞不了，暂时是还得有3个小时才能带夏小姐去法国。出去吧。
阿江，让你等我2年，你怎么就等不了了？我亲手种的玫瑰，真的我想要。阿金，我知道你喜欢海，所以我在法国的海边买了套别墅。从今天以后啊，我会制造一场意外，让思妍以为你死了。从今以后，你就只属于我。开车，快！谁？谁？你谁？你是不是徐静飞来的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还不能让阿金知道是我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阿金，你究竟要我怎么办才好？徐总，我们地点暴露了。你怎么做的事？对不起，老板。是思妍太狠了，我没办法呀。她出动了全海城的直升机，到处搜索咱们。阿金啊，要不是法国雷雨天气，这个时候我们都到法国了。老天，连你也跟我作对。救命！救命！我在这儿！老板，我们得转移了。老板，警察到了！阿金，不能，老板不能再进去了，警察到了，走啊，走啊，老板！救命！救命！我在这儿！停车，保住对象！阿金，阿姨。 빛을 잃고 숨죽였던 난 이제 선명한 목소리로还好你没事，还好你没事。阿金，你的手，我没事。 夏界，在我面前，你不用那么坚强。思妍，我疼。好，没事了，没事。永然，你别管他，他不是人。嘿，阿燕，我怎么就不是人啊？别废话，让你查绑匪的事儿，查怎么样了？唉，被抓那几个人都是小喽啰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是拿钱办事。哎，不过开直升机走那个人啊，竟然还在盘问，还得跟抓那几个人才行。阿姐，
这件事情你心里有数吗？最想我死的，除了徐静和夏安，其实他们有可能也是想和思佳联姻的势力吧。而且，是我没能保护好你，以后不会了。夜深了，行，我管。阿姐，我帮你换药吧。思燕，我想先去洗澡。我帮你洗。阿姐，你怕吗？思燕，今天的事情是我疏忽，以后不会了。阿姐，别怕，不是所有人都是徐嫣之，他保护好你，我不会。为什么不是你？什么？为什么在我最爱你的年纪，那都不是你？现在也不迟啊。你是海城私家的独生子，我们之间有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我不敢试。试一试，试一试，试好吧？不要，你明明很想，我没有。你就是很想，是不是很想？才没有。阿姐，陪你玩了这么久的游戏，该转正。我思燕可是从来不给别人白睡的，你要不要对我负责任啊？如果前方不是生源，而是幸福呢？思燕，在去陆城之前，你认识我吗？小哥哥，救我！这很重要吗？我之前隐隐问过你，你那时候就感觉不记得。我刚才做了一个梦，什么梦？梦见小时候，算了，还不可能记得的。心里藏了那么多人，又是男的，所以你都不记得。妹妹，我救你。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妹妹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妹妹，你等我，你别救我。你记得？你不记得？你这是答应了？才没有。就是答应。没有意思。夏姐，咱们见面为什么非要在思燕家啊？她不是不喜欢别人来她家？思燕说了，
在没有抓到那些绑架我的人之前，让我最好先别出门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我跟他的女人单独在一个屋里面，我真是如坐针毡。放心吧，他也没把你当男人。什么？哎，你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找我说吗？什么事？我跟你说，夏安这次丢大了，网上热搜你看到没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前段时间他参加了一个演出比赛，被爆出收买最厉害的参赛选手，让对方故意放水输给他。这不是他常干的事儿吗？哎，你猜最好笑的是什么？就算对方故意放水输给他，也顶不住他实力太差，直接被第2名到第9名吊打，最后拿了个倒数。就他那点水平，再到那些塑料闺蜜朋友圈的秀秀还行，拿不上台面吧？据说他和团队签了个协议，一定要拿第1名的。现在事情没办成，违约金高达3个亿。3个亿？这是什么正经节目、正经团队吗？是啊，我也感觉像是被人下了套。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你把我卖了，我也没那么多钱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思燕干的？夏安国外的奖都是买的吧？现场水平那么冲，平时营销的那么厉害，没想到是见光死。真不知道平时他的演出是不是都是夏家自己花钱让人去看的。发什么疯啊！你与其在这生气浪费时间，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去求你舅舅帮衬一下你的3个月的违约金。当初你舅舅说让他帮你看合同，你就是不同意，现在知道受变了吗？爸，我们家真的拿不出3个亿了吗？我之前跟舅舅闹得那么僵，你现在让我去找他，我不去。爸，你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，平时看把你惯，3个亿，我们家什么水平你不知道？这笔钱呐，只有你舅舅拿得出。啊，听妈的，现在赶紧去找你舅舅。怎么了？怎么今天这么粘人呢？夏安的事情是你做的？这只是第1步。真是你做的？今天是不是又忘记喝药？我那是太开心了，所以才忘。轻松下去了。徐燕之的动作倒是快，我还没看够。这还不简单？热搜又冲上去了。你男朋友厉不厉害？我有一件事情想和你说，思燕，我可能要去联系一下徐彦之。你和徐彦之有什么可联系的？外婆马上就过生日了，每年过生日，我都会把外婆带回老家。这个事情需要徐彦之的点头，所以我必须得联系他。谁说没有徐彦之的同意，你就带不走外婆呀？你有办法？你想说？思燕，我好爱你。未来2个月，丝氏产业将会在各大城市，距离徐氏产业2公里的范围之内全线展开。司总，您是要跟徐氏竞争吗？还是恶性竞争？司总，徐氏也有差距，还要紧咬不放吗？继续。司总，有个问题。说。司家跟夏家不是有意联姻吗？徐彦之是夏小姐的舅舅，您这样会不会不太好？
谁说我要和夏家联姻了？干嘛？谣言听多了，你们也听风就是雨吗？知道。师傅，还有，司氏之前和徐氏、夏氏的合作也全部取消。好，那等合同到期，不是等合同到期，是今天晚上下班之前就必须取消。是。思燕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你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？今天是咱们两个在一起3个月的纪念日。3个月？你指的是我们3个月在陆城第？对。那天晚上在外婆家的时候，在我的心里，你就已经是我女朋友了。可那个时候，我们明明是各取所需啊。对你来说是各取所需，对我来说不是。爸妈，现在整个海城的贵妇圈都在骂我，你们快花点钱把热搜压下来啊！闭嘴！你除了花钱败家，你还能干什么？书读不清楚，情谈不明白。你舅舅已经为你赔了3亿了，我们还有脸让你花钱压热搜？啊，这次妈也帮不了你了。最近徐家的合作方都莫名其妙的取消了合作，你爸自己都焦头烂额了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好名声，没有好名声，我怎么嫁给思燕啊？怎么不吵了？刚刚不是挺热闹的吗？你都听到了？对不起，舅舅。现在网上不仅是骂安安，还骂你姐教育无方，甚至还传出虐待大女儿的谣言。是谣言吗？你们做了什么事，心里不清楚？燕之啊，我知道错了，但是你看这现在热搜也挂着，对咱们家的名声不是也不好吗？要不你想个办法给撤下来？有人故意针对这件事情，我压不下来。是谁你知道吗？啊，你去厨房给你舅舅弄个果盘过来。是思燕。什么？是思燕？思燕为什么要针对徐家呀？她就算看不上安，大不了就不联姻啊。姐，那这就要问你的好女儿了，她到底做了哪些事情？哎呦，你说安安教训那个死老太婆呀，到现在还口不遮拦吗？不是燕之，你要知道，本来就是安安先看上思燕的，都是夏静那个小贱人，她一直不安分，先是勾引你不说，然后又想攀高枝。少说2句吧，姐。现在夏静啊，有思燕护着，安安对她做的事情，包括你对她做的那些事情，这都是报应。那我们就真的什么都做不了了吗？我这次来呢，是来警告你们，不要再有任何小动作。你上次送夏静出去的时候，在机场等她的是黑手的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。老弟，一会儿等人来了，你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，放开了问。这件事情也该有个了结了，不然一直在我心里过不去。我知道。久等了啊，阿言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著名的设计师米娅小姐。
四先生你好，我是米娅。米娅小姐你好，久仰大名，我非常喜欢您的作品。哦，不知道是哪一个？《古里亚之心》。那都是2年前的作品了。米娅，那可是你的成名巅峰之作，这位小姐可真是慧眼识丁啊！巅峰？我的巅峰可还没有来。米娅小姐，我对这个作品的喜爱至极，我想问一下，您是通过什么灵感创作这个作品呢？我记得当时我跟我男朋友在海边吹着海风，看着星星，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好多颗星星，我很感动，所以就有了这个灵感。不对，他说的不对。那就先这样吧，面小姐，我们去那边签合同。来。阿健，怎么样？确定了吗？是他抄袭的呢，还是你生病期间无意行为？思燕，我确定了，我没有抄袭。古里亚之心的钻石是蓝钻雕刻的眼泪。那段时间我妈妈去世了，它代表的是悲伤，绝不是感动。我就知道，你绝对不会抄袭。思燕，我没有玷污自己的热爱。你放心吧。下面的事情交给我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我早有打算。你放心吧，从今以后，没有人能阻止你看外婆。真的吗？那我可以随时探望她吗？可是外婆的证件被压在许愿枝呢，难道你已经拿到了？要不然怎么办转冤呢？阿姐，以后没有人敢再伤害外婆1分1毫。思燕，我感谢的话，今天晚上再说。这么快？你要上去，我有事需要打电话。夏家停止狙击，徐家继续。还没有床上，我好痛啊！怎么一点记性也不给？我给你在干什么？夏小姐，我就是今天心情不太好，才。如果你不想做，你可以走。想赚这份钱人多了去了。夏小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。没有下次，你现在立刻就给我滚！徐总，夏静小姐来了。外婆，咱不打架好吗？外婆，你记得我了？我的爱情长高了。外婆，衣服湿了，阿静去给你拿套干净的来换上。哎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手疼不疼？我们真的要这样吗？我们怎样了？你跟思燕在一起，是为了报复我，对不对？你想听什么？又想证明些什么？鱼和熊掌都想兼得，徐言之，你真恶心。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以前是以前，但是徐言之，我真后悔爱过你。我知道了，你还在生我气，你做这些都是为了气我，你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在生气，我说的就是真心话，我不爱你了。那你怨谁？思燕，你以为我不能给你，他就能给你了吗？你以为凭你的身份就当他夫人了吗？放心，
你和他在一起，只不过是同样的事再重蹈覆辙一次吧。我乐意。萱芷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看你能护他几次？不会比你少。你只不过是为了他骗他而已，说大话，我就不信你可以放弃私家的权势和地位。谁说我要放弃呀？只有像你这种能力不足的男人，才会需要和女人联姻，来助力自己。徐总，你老了，力不从心，比不上年轻人，我能理解。趁早找个人嫁了吧。小姐，外面风大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先把车开过来。思燕哥哥，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啊！你来医院干什么？我碰巧路过。你最好是碰巧。思燕哥哥，你为什么总是不理我呀？我要是哪里做的不够好，我可以改的。你忘了，我们小时候一起玩耍，你不要不理我好不好呀？夏安，成年人的事情，你非要我把话说的那么清楚？思燕哥哥，难道你一点都不喜欢我？不是不喜欢，我就知道。是厌恶。什么？还有事吗？夏静，贱人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你要把这个老不死的带到哪儿去啊？你又是来想欺负我外婆的吧？只可惜你以后再也没机会了。你还没说你为什么和思燕哥哥在一起呢？我来接阿静回家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夏静，你到底用了什么方法爬上思燕哥哥的床啊？有本事你也爬一个。只可惜我刚才好像听说他不喜欢你，而且很厌恶你呢。你阿静，你刚才是不是录视频了？思燕，你不会生气吧？他经常拍欺负我的视频，我好不容易看他吃了一次，我忍不住想录下来。发我疯！你对这种视频也感兴趣啊？我不感兴趣，但是海城的媒体非常感兴趣。什么意思？1个小时之后，我会让夏安在整个海城彻底身败名裂。喂，舅舅。夏安安，还嫌不够丢人的吗？马上给我滚回来！舅舅，你干嘛要莫名其妙的骂我呀？自己看热搜。怎么会这样？外婆睡了。思燕，今天我应该的。看看手机。夏安上热搜了，评论里都在骂他。开心了？那既然开心了，是不是该给你男朋友一点点奖励？你分明说不用谢的。我是说不用谢，但没说不要奖励啊。放我下来！现在是白天。谁规定白天不行啊？外婆在睡觉呢。你都说了，外婆在睡觉。
阿姐，先别睡了，把调理身体的药喝了。不要，想再睡一会儿，待会再喝好不好？哎，这怎么有口红印啊？莫非这小子？走，你还想再睡一会儿？阿叶，妈，你今天怎么不敲门呢？妈，妈，你松开，我倒要看看，你昨天刚拒绝人家上岸，你现在被子里睡的是谁呀？妈，你等一下，你给我松开！你别想糊弄我，我现在就知道他谁。哎，那个孩子大了，你闭嘴！我倒要看看海晨到底哪个女人这么有本事，你要带到家里来。慢点，慢点，逆子啊！居然为了那个女人跟你妈动手了都！哎呀，孩子大了，你给我闭嘴！还是不肯说是吧？现在不是时候。这样，你跟我爸先回去，这件事情我一定给你们交代。哎呀，儿子，你妈我也不是老古董啊。这样，你要是真喜欢那个女孩，就把她娶进门。哎，这样啊，妈就好早抱孙子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爸，可以早点抱孙子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爸，你要不要把我妈扛回去？你不扛我扛。这臭小子你以为你爸会听你的？哎呀，走吧，随他去吧。爸，爱你啊！妈，我也爱你。阿健，阿健，阿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你是在气我，刚才没有向父母承认。你以为我不能给你，他就能给你了吗？你以为凭你的身份就做他夫人了吗？我知道，我可以做你的女朋友，但不能是妻子。你想什么呢？他们诬陷你抄袭的事情，还有徐静赠你是海城小狐狸精的事，你都不想拯救他。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不是徐彦之，而你也不是我的金丝雀。思燕，我害怕。我都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之前在徐彦之那里，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所以现在我不忍心让你再受一点伤，哪怕是我母亲都不行。我是不是个麻烦？你为什么这么想？是不是很无能？你一点都不无能，你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力，在复仇这条道路上，你放下了我，而我会是你最后的武器。这是你让我画的稿件，作用是什么？我让江夜鼓动米娅签下了 Sobel 的设计赛。米娅既然已经签订了合同，一定会想办法让自己大放异彩。可是她自己能力又不够，再像前几年那样继续抄袭。不过你怎么确定他会抄我的呢？小偷一旦尝到了甜头，就很难静安洗手。你虽然改名成为了 Aleya， 但是我听说他最近正在费心费力的在黑市上找人收你的作品。他还真是贼心不死啊！不仅如此，他还查到设计师 Aleya 从不露面，并且笃定对方一定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。所以，如果他一次性拿到你这么多设计稿，他一定会享受。思妍，你这是钓鱼执法？
亲一下。我每次都这么含蓄吗？米娅小姐，请问你怎么看待这次的抄袭事件？不，我没有抄袭，我没有抄袭，是巧合，对，是巧合。米娅小姐，您的作品和几天前俄莱娅的作品高度吻合，而且不止一件作品，您觉得用巧合来解释合理吗？不，我没有抄袭。米娅小姐，2年前您曾爆出夏静小姐抄袭您的作品，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隐情？他夏静就是抄袭的我，这是铁一般的事实，铁一般的事实。怎么夏静小姐？夏静小姐，2年前的事情是否真有隐情？这是阿莱亚设计师的设计图纸，怎么会在夏小姐手中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阿莱亚就是夏静？什么？大名鼎鼎的设计师阿莱亚，竟然是夏静小姐！俄莱雅的作品在法国供不应求，竟然出自夏静小姐。不可能，俄莱雅不可能是夏静。事到如今，还不说出事实吗？米娅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如果你承认了，我就不追究；不然，就等着收律师函。当初徐静找到了我，给了我你的设计底稿，你将会为此责任。夏静这个贱人！妈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恐怕我之前在媒体面前树立的形象也要毁于一旦。我之前跟你们说过，不要做的太过分。闭嘴！你与其在这说风凉话，你不如想想怎么把热搜给我撤下来。夏季的产业啊，遭到阻击，钱早就没了，撤不了。夏国安，我怎么就嫁给了你这么个窝囊废啊！滚！雪晴啊，当初是你下药爬上我的床，要不是看在你未婚先孕，老子也不会娶你。妈，爸说的是真的吗？夏国安，你一定要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是吗？老子今天非说不可。许倩，我知道你是下家，你一直瞧不起我，可是我忍气吞声几十年还不够吗？妈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清河在你之前就怀上阿庆，要不是因为你，她就是我明媒正娶的老婆。夏国安，你到现在了，心里还有那个贱人？清河本来就是我的未婚妻，要不是你横插一腿，她不会死。阿青啊，这些年也不会吃这么多苦。你还有，你下药爬床就算，你要把这污水安在阿静头上。阿静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燕之的事。夏国安，你现在在干什么？扮演慈父形象？你别在这假惺惺的了。这些年我们是怎么虐待阿静的，你都看在眼里。你现在来伸张什么正义啊？软骨头！喂，夏静，想办法把热搜给我撤下来，要不然啊，你妈的骨灰每天都会少一点儿。想必你也不会在意的吧？你确定你还能对我妈的骨灰动手？什么意思？夏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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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河小姐的骨灰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没入夏家的墓地吗？夏夫人，当年真的是你下药爬床夏先生的吗？听您刚才的话，难道你们一家都在长期虐待夏静小姐？不是的，你们误会了。滚出去！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夏夫人，您都亲口说了，还不承认呢？思燕，你居然联合这个贱人对付我！思燕哥哥，这些都是我妈做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啊！你怎么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啊？都怪你，找了夏国安这样没用的男人，生下了夏静这样的贱人。要是没有夏静，思燕哥哥早就是我的了。你竟然打我！这个话也说得出来？怎么样？这场狗咬狗的戏，看得开心吗？别拍了，别拍了！你们别打了！
嫌不嫌丢人呐？思燕，你又给了我一个惊喜，我该如何报答你呢？明天去挑婚纱，可司夫人那边，你的污点都已经全部澄清了。一个集美貌和才华于一身的夏静，我妈怎么可能不喜欢？思燕也太不靠谱了，公司再忙，挑选婚纱这样的大事也不能我来代劳啊。他前阵子为我忙得团团转，最近公司还是有很多事情的。阿金，要不结婚这件事儿也由我来代劳？你要是敢的话，可以试试。哎呀，算了，我可不想被思燕追杀。听说徐彦之的公司被私家狙击的濒临破产了。以后他的事情和我没关系。阿姐，看来你真的走出来了。阿静，徐总，别喝了，徐氏都乱成一锅粥了。你怎么？徐氏集团也快成？徐总，明明还有一线生机的呀！只要您跟江小姐完婚，得到江家的助力，我们徐氏还是可以。那也不重要。徐总，我是明天早上的飞机。徐总，我刚刚好像听到江小姐在打听夏静小姐的位置，现在应该是在城南的婚纱店。你是说，她去找夏静闹了？嗯，您快过去看看吧。阿静，你穿婚纱真的很美。谢谢江小姐的夸赞。阿静，不叫我舅妈吗？徐彦之不是我的小舅舅，更何况现在我和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真是这么想？江小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对我的芥蒂还是这么深。看来你人虽然跟了思燕，但心在许燕之那儿。江小姐，她是你的，没有人不记。是吗？夏静，你和燕之所有的事情，我都知道。当年你那么爱他，不惜为了他自杀发疯，现在说放下就放下。当年是当年，现在你咱俩看清了。看清？一个欺骗、轻视、羞辱、玩弄我于股掌中的人，我为何还要给予真心？你真的不在乎了？我没有欺骗你，我心里只有你。燕之，阿姐，我现在想清楚，我现在什么都不要，我真的。徐永之，你的爱太廉价，我不稀罕。阿姐，你有一口我无法去。好戏看够了吗？徐总，30号你等着他，别做那种掉价的事儿。回吧。徐总怕是走不了了。徐总怕是走不了了。徐先生，绑架夏小姐的私人飞机，我们查到在您名下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绑架我的人是你。对不起，他说的没错，伤害你最深的不是别人，是我。燕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今后可能不会再见了。
你虽然伤害我，但是我不恨你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和外婆还要经历更多风雨。胭脂，原来这位大忙人也不是没空，而是要给阿星一个惊喜。所以，电灯泡。明白。我溜。回头记得来喝喜酒啊。得了你，过几天我要去国外玩几个月，没空。这么漂亮的新娘，以后就是我的了。可是我还没有拜见伯父伯母，我们就来看婚纱，这样会不会不好？他们老两口因为那天掀被子的事儿，现在还没脸见你呢。听说要给你办一场全海城最盛大的婚礼，等到婚礼上再拜见吧。这样会不会太草率了？他们想见你，你也没空啊。自从大设计师俄雷亚的名声曝光之后，您可是忙得连翻我牌子的时间都没有了。怎么会？你可是我唯一的头牌。我的青春从这开始，也从这结束。不许在海带脚，不然没大死。别叫我贱人，和思燕都在在一起呢，是不是你？凭什么？三国学姐，你别你想赖上我呀？我就知道，你绝对不会着急。往后迎接我的是烟火最惨。